在一個神奇的森林裏，樹木在風中低吟，河流在陽光下歡笑。那裏住着一列名叫 Trino 的小火車。Trino 和其他火車不一樣，它的汽笛聲像鳥兒的歌聲，它的車輪會隨着它的心情變換顏色。每天 Trino 穿梭在森林中，為住在森林裏的動物們帶去訊息和小小的快樂。但是有一天早上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當 Trino 在他的金色軌道上快樂地滾動時，空中回響着巨大的支架聲，他車輪下的軌道開始斷裂了。特里諾在到達一座老橋之前猛踩剎車，他低頭一看，發現鐵軌已嚴重損壞，無法繼續前進。他平時歡快的汽笛發出了悲傷的嘟嘟嘟聲。我該怎麼辦？ Trino 嘆了口氣，我需要這些軌道來走動，但我自己修不好。從附近的樹上，動物們開始探出頭來，貓頭鷹、鹿、兔子，甚至一群好奇的松鼠都跑向 Trino。怎麼了，特里諾？好心的烏龜提爾達問，他總是花時間聽大家說話。Trino 解釋了他的問題，動物們仍然若有所思。然後狐狸花老跳了起來，說：我們可以一起解決問題。Trino 一直都在我們身邊，帶給我們驚喜，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幫助我們。現在輪到我們幫助他了。一天的任務就這樣開始了。動物們分成小組收集材料。松鼠麻利地從倒下的樹木中收集小木頭，而海狸則砍伐厚木來加固鐵軌。貓頭鷹用它們敏銳的視力，在森林的溪流中尋找光滑的石頭。鹿則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搬到 Trino 等待的地方。整個社區都熱情地工作着。烏龜 Tilda 雖然比其他人慢一點，但他在擺放石頭時，臉上一直帶着微笑。甚至連鳥兒也幫忙，他們叼着乾草，把原木綁在一起，以提供穩定性。幾個小時過去了，當太陽開始穿過樹林時，動物們聚在一起欣賞他們完成的作品。新的鐵軌不像以前一樣是金屬的，而是閃耀着木頭和石頭的溫暖，就像是用愛心製作的禮物。Trino 興奮地測試着鐵軌，他的第一個輪子緩慢地滾動着，然後是第二個，直到他整個人都向前邁進。成功了！成功了！他高興地喊道，他的哨子發出了長長的、快樂的嘟嘟嘟聲。動物們歡呼着鼓掌。特里諾停頓了一下，向他們表示感謝。沒有你們，我永遠無法上路。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朋友們。那天晚上，在銀色月亮的照耀下，所有的動物都圍在 Trino 身邊。森林中充滿了音樂、笑聲和團結的氣氛。從那天起，特里諾知道了他不僅為動物們帶來了歡樂，動物們也讓他的心中充滿了同樣的快樂。就這樣，火車和森林和諧共存，證明了只要有團隊合作和友誼，任何困難都不可怕。